對納粹德國嚟講，1941年係一場災難。佢哋喺6月入侵蘇聯之後，本來以為6個星期內就可以打贏紅軍。阿道夫希特拉話：我哋只要踢開道門，成個腐爛嘅結構就會崩潰。但佢估錯嘅。去到12月，德軍已經俾人喺莫斯科門口擋住，之後仲俾蘇聯冬季反攻打到退翻轉頭，而且仲有更大嘅問題。德國之前一直靠蘇聯自己供應原材料，但而家同以前嘅盟友開戰，呢啲供應開始短缺。不過最嚴重嘅係1941年12月，美國加入咗戰爭，支持盟軍。希特拉最驚嘅就係兩線作戰，特別係要對住美國嘅強大嘅工業力量，冇贏呢場仗嘅機會之窗好快就要閂埋。為咗打贏美國同佢龐大嘅物資優勢，希特拉需要盡快解決蘇聯。德國對原材料嘅無盡需求，正正係東線戰役嘅主要推動力。糧食、金屬啊，特別係石油啊，但係德國根本唔夠呢啲資源。對希特拉嚟講，南高加索地區廣闊嘅油田就係勝利嘅關鍵。佢哋呢啲油田，呢場仗根本贏唔到。為咗搶奪呢啲石油而展開咗戰役，最終導致咗二戰最血腥嘅一場戰役——史泰林格勒戰役。不過，雖然好多人都認為呢場戰役係成個戰爭嘅轉捩點，但其實勝負可能早喺德軍未到達城市之前已經決定咗。要揾出原因，我哋要追溯翻去計劃一開始嘅時候。1941年入侵蘇聯嘅德軍規模龐大，係當時史上最大嘅入侵部隊。但1年之後，呢支部隊已經被拉得好長，前線超過2500公里咁長。北方集團軍正全力圍攻列寧格勒，而中央集團軍就喺葉夫附近不斷受到蘇軍攻擊。咁即係話，為咗呢個本應贏得戰爭嘅大規模攻勢，南方集團軍只能夠湊齊72個德軍師，大約100萬人。呢個行動代號叫 Four Blow 或者叫藍色方案，係分階段進行嘅。首先，軸心國部隊會突破蘇軍防線，攻陷沃羅涅日，然後包圍東烏克蘭嘅蘇軍，消滅咗佢哋之後，南方集團軍就會分成兩路。B 集團軍會急速向阿斯特拉罕推進，喺頓河同伏爾加河之間建立一道防線。之後 A 集團軍就會向南轉攻邁科普同格羅茲尼嘅油田。當佔領咗東烏克蘭嘅農田同高加索嘅油田之後，希特拉相信德國就有足夠資源繼續打落去，甚至可以同美國開戰。另外，佢希望透過令敵人嘅嘢呢啲資源，令蘇聯嘅戰爭機器喺來年崩潰。理論上好似好正，但其實呢個計劃有好多漏洞。藍色行動嘅計劃咧本身就有大問題，後勤同補給咧已經拉到極限，隨時會崩潰。要行嘅路程好遙遠啊，而德軍根本冇足夠資源去攻陷嗰啲地方。結果希特拉要靠佢嘅盟友，主要係羅馬尼亞人同意大利人，佢補充自己嘅兵力。雖然盟軍人數唔少，但係裝備就相對比較差。例如佢哋冇得用 Flak 88高射炮，好似我後邊呢支嘅，德軍就好啲用嚟打坦克。最後希特拉又再一次低估咗佢哋對手。蘇聯可以出動多過德軍100萬嘅戰鬥部隊，而且佢哋不斷組建新嘅空軍同坦克部隊。要令 Blau 行動成功，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1942年6月28號，Blau 行動正式開始。德軍原本預計蘇軍會激烈抵抗，但係史泰林以為德軍會再攻莫斯科，所以南方嘅蘇軍實力比較弱。當德軍發動攻擊時，紅軍就喺佢哋面前潰敗撤退，幾乎變成大潰走。喺短短一個幾星期內，沃羅涅日就俾德軍攻陷，闖落南方嘅蘇軍好似已經玩完。第二階段嘅7月9號提前展開，德軍繼續向羅斯托夫同頓河灣推進。德軍原本打算喺呢度包圍同殲滅蘇軍，但紅軍繼續撤退，結果德軍嘅包抄又一次落空。同一時間喺德國，阿道夫希特拉越嚟越擔心西方盟軍會開咗第二戰線。事實上，盟軍喺幾個星期之後就會喺法國迪耶普登陸，但而家見到紅軍喺你面前土崩瓦解，佢覺得佢哋可以阻止咗最終嘅目標油田，所以喺1942年7月23號，希特拉改咗藍色行動嘅計劃，而呢個決定亦都改變咗歷史嘅走向。
而家兩個集團軍都收到指示，要同時向住自己嘅目標進發。當 A 集團軍衝向高加索嗰邊， B 集團軍就被賦予咗一個新任務。佢設置由阿斯特拉罕沿住頓河嘅封鎖線之前，弗里德里希喺保勞斯嘅第六軍團預期要攻陷史泰林格勒，佢哋嘅就可以攔截由伏爾加河運上佢嘅蘇聯石油。咁樣分兵其實好冒險，但希特拉對勝利嘅有信心，佢甚至將南方集團軍嘅部隊調走，送去中部同北部集團軍，留低咗執行呢啲新命令嘅士兵，其實一啲都唔容易。由於德國本土糧食短缺，加上前線糧草供應越嚟越困難，德軍喺東線基本上預期要靠揾地頭食糧過活，但係農作物同其他糧食被破壞或者根本冇得收，令到呢件事變得極之困難。所以即使對農村人口極度苛刻徵糧咧，都有啲記載話第六軍團未到史泰林格勒之前咧，已經被逼要食自己嘅馬。雖然有咁多問題， A 集團軍依然可以好快咁向前推進，對手只係零星蘇軍。8月10號，佢哋去到 Mayachok 嘅油田，但發現喺油井已經俾蘇聯工程師摧毀晒。要修復咗油井需要時間。至於 B 集團軍，情況就冇乜順利，佢哋因為後勤問題同蘇軍終於開始組織反擊而被拖慢嘅進度。紅軍頂住佢嘅保勞斯嘅人3個星期，雖然傷亡慘重，但都令德軍損失唔少。結果希特拉被逼要由 A 集團軍調兵過嚟，加快進度，直到增援部隊到咗，德軍第六軍團先至可以繼續推進。8月23號過咗頓河之後，第二日佢哋就去到史泰林格勒北面郊區，喺嗰度等緊嘅佢哋係一場生死之戰。史泰林格勒嘅防守就交咗俾62軍，由朱可夫將軍指揮。佢係蘇芬冬季戰爭嘅老兵，當時佢帶領嘅第9軍曾經慘敗，所以朱可夫對史泰林有咁嘅要證明，佢決心唔會俾史泰林格勒落入德軍手上。當城市戰鬥開始嘅時候，史泰林格勒仲有好多平民留低喺屋企廢墟入邊生存或者犧牲。史泰林格勒嘅市民都一齊同紅軍作戰。呢場戰爭最絕望嘅戰役之一呢，就此展開。史泰林格勒戰役以猛烈炮擊城市開始，將成個城市炸到變成廢墟。呢啲炮擊對平民造成極大傷亡，但又摧毀唔到城市嘅防線，反而帶嚟更多問題。被炸爛咗建築同滿地瓦礫嘅街道，阻礙咗德軍推進，反而有利蘇軍防守。史泰林格勒咧係德軍第一次真正體驗城市戰，呢種戰鬥同之前帶領佢哋嘅閃電戰完全。紅軍證明喺自己嘅城市戰鬥方面更加目。紅軍狙擊手互相比拼，盡量令德軍士兵死傷慘重。其實狙擊手帶嚟最大嘅影響，未必係實際殺死咗幾多德軍，而係令德軍士兵心生恐懼，日間唔敢喺開揚地方移動。去到9月底，成個城市變咗一個絞肉機，仲成為咗極大嘅宣傳工具。希特拉對攻陷呢個城市變得着魔，不斷加派人手參戰，而史泰林都唔惜付出巨大傷亡，確保自己嘅城市唔會失守。喺史泰林格勒城外，紅軍不斷發動反擊，雖然佢哋未能突破，但軸心國部隊就越嚟越分散，兵力越拉越薄。在南籌 A 集團軍都遇到蘇軍強烈抵抗，而且因為大部分飛機都調咗去史泰林格勒，蘇聯空軍而家反而睇到制空權。但最嚴重嘅係影響晒成個南方集團軍嘅後勤問題。通往史泰林格勒淨係得3條單線鐵路，仲未完全改造德國軌距。即使鐵路已經全力運作，都有大量嘅火車排住隊等入城。結果第六軍缺彈藥、糧食、燃料，連坦克同飛機嘅零件都唔夠。保勞斯完全俾人哋制住，佢想要多啲人手攻城，但連現有嘅士兵都差啲供應唔到。呢個問題蘇聯人就冇遇到。出乎意料啦，蘇聯軍隊反而有大量嘅戰爭物資同其他補給經過條河運入城。冬天結冰反而令運輸更方便，佢阻住佢哋呢條重要補給線，確保佢第62軍可以守住咗城市。同時咧，德軍根本追唔上咁多增援同補給，德軍喺其他方面都處於劣勢。咁佢嘅坦克無論數量定技術都比唔上蘇聯嘅 T-34，好似我身後邊呢架嘅。
我哋呢架係後期型號，但你都仲見到啲獨特嘅斜面裝甲，用較薄嘅裝甲都可以有更好保護。希特拉自己嘅裝甲戰專家都認為呢架坦克係冇乜遇過最好嘅一款。冬天嚟到，開始落雪 ，A 同 B 集團軍都已經冇晒力，去唔到油田，德國空軍唯有轟炸格羅茲尼嘅油田，唔俾蘇聯用。同時喺史太林格勒嘅第六軍團已經睇到佢部隊都係硬撐住打。不過到11月中，佢哋已經攻佔咗成90%嘅城市，而蘇聯軍隊就死死撐住伏爾加河邊嗰啲窄窄嘅地帶。雙方嘅情況都好慘啊！呢度有一啲屬於 Fritz Luderitz 嘅信件、相片同文件，佢係喺史太林格勒作戰嘅德軍士兵之一，好似好多德軍一樣。佢哋喺地下藏身處，盡量慶祝聖誕節，唱傳統聖詩，寫信俾親人，希望下年聖誕會好啲。喺廢墟下嘅臨時儀式入邊咧 ，Fritz 同嘅未婚妻以代理人方式結咗婚咧，可能都係因為佢預咗未必再見到嘅。最後佢真係被捕失蹤，推斷已經陣亡。去到呢個時候，好明顯藍色行動已經差唔多完全失敗，油田一係已經被摧毀，一係落喺蘇聯手上。軸心國嘅後勤已經去到崩潰邊緣，佢哋喺部隊喺超過4000公里長嘅戰線上過度擴張。更糟糕嘅係，希特拉以為已經消滅咗嘅蘇聯軍隊依然喺戰場上。呢段時間佢嘅實力越嚟越強，而家已經準備好發動全面進攻，利用軸心國脆弱嘅形勢。天王星行動喺11月19同20號，兩支龐大嘅蘇聯夾擊部隊由史太林格勒北面同東面發動攻勢，超過100萬人、1500架飛機同800架坦克嘅大軍對住分布稀疏同裝備差嘅軸心國盟軍。雖然羅馬尼亞部隊打得好勇猛，但都頂唔住呢個攻勢。蘇聯坦克湧入嘅軸心國防線後面，德軍佢嘅後備兵力可以阻擋攻勢，被迫撤退。去到11月23號，蘇聯兩路夾擊部隊嘅卡拉奇鎮會合。第六軍團而家已經被包圍，希特拉想靠呢場賭博贏戰爭，結果變成一場災難。咁我哋手上有一份希特拉發俾佢被圍困部隊嘅信息副本，佢想借此提升士氣。佢呢啲艱難時刻，我同全體德國人民嘅心都同你哋一齊，元首咁樣向佢哋保證，我會盡我所能做一切可以幫到你哋英勇奮戰嘅事。但係希特拉實際上可以提供嘅支援呢，遠遠唔夠，亦都太遲。雖然德軍實力薄弱，好多德軍指揮官都想第六軍團斯哈特維離開史太林格勒，但係最後都冇行動。希特拉唔肯放棄呢座城市。相反，佢安排咗空軍進行空運，為被包圍嘅士兵提供補給，仲派咗曼斯坦恩將軍帶領救援部隊去解救佢哋。但係兩方面都冇足夠嘅力量同資源去成功。當蘇軍再次發動小土星行動，突破意大利防線之後，救援行動就被放棄咗。而家 A 集團軍撤出高加索，第六軍團就孤立無援。所以去到1943年1月底咧，飢餓、凍傷同埋疾病纏身嘅第六軍團殘餘部隊咧，已經冇其他選擇，只可以投降。命運最後一個諷刺嘅轉折，就係當佢保盧斯準備向蘇軍投降嗰一刻，希特拉竟然晉升咁做元帥。當呢個舉動都冇令佢堅持繼續作戰，元首就期望佢保盧斯自殺，因為從來嘅德國元帥係生擒過，但係攞保盧斯拒絕咗。雖然城內嘅抵抗仲會持續多幾個月，但史太林格勒之戰已經結束。由1942年8月至1943年1月，大約有50萬軸心國士兵喺史太林格勒同周邊地區被俘、受傷或者陣亡，超過20萬人被蘇聯俘虜。但只有冇幸運嘅人，包括嘅保盧斯本人，先可以翻到自己嘅祖國。蘇聯方面嘅傷亡更加嚴重，超過100萬人，死亡人數大約佔咗一半。大約有14000名紅軍士兵，相等於2-3個師，係俾自己人故意殺死，俾保安警察特別部隊以懦弱或者其他唔符合蘇聯標準嘅行為為由槍斃。估計有4萬至45000名平民喺戰鬥期間喺城內被殺。呢場係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血腥嘅戰役。史太林格勒戰役對戰爭進程產生過重大影響，
對希特拉嚟講更加係一大打擊。呢場戰役標誌住佢嘅東線野心嘅最高峰，之後就只能夠節節敗退，無法挽回。同時呢場戰役咧都代表住蘇聯咧作為軍事強國嘅成熟，準備同西方盟軍爭奪被打敗嘅納粹德國戰後利益。喺國內，希特拉本身已經受損嘅戰場天才形象更加進一步被削弱，就連約瑟夫哥培爾佢哋嘅宣傳手法都掩飾唔到呢場災難。德國民眾都知呢件事，亦都成為通往1944年7月針對佢嘅炸彈暗殺行動嘅一個重要里程碑。事實上，納粹德國早嘅藍色行動或者史太林格勒戰役發生之前，形勢已經對佢極為不利。呢個計劃本身已經好冒險，佢哋又冇足夠兵力同後勤去實行，而蘇聯對手就越嚟越強大。雖然付出咗巨大犧牲，但都能夠把握住德軍嘅困境。成個戰役又係希特拉喺戰爭初期慣咗贏咗嗰種賭博式行動，但而家就越嚟越多輸，而且代價好大。同一時間，德國喺其他地方嘅形勢都接連遭受致命嘅打擊。軸心國喺阿拉曼被擊潰，而盟軍嘅法屬北非大規模登陸，為希特拉嘅意大利盟友崩潰鋪路。德國而家已經變成一場防守戰，越嚟越絕望。結局幾乎只得一個可能，